早安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讓我們一起來讀今天的經文。5月16日，星期六，要時時警醒。太25章13節。問題：為什麼傳道工作隨着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緊迫？我們傳道工作的迫切性並非源自於恐懼，而是源自於我們對所處時代的了解，以及我們對他人的愛。下面我將解釋為什麼每一刻都至關重要。時間緊迫，耶穌曾明確預言，在末日到來之前，必須在全地傳揚好消息。馬可福音13章10節，馬太福音24章14節，末日將標誌着現有體制的最終終結。雖然只有耶和華確切地知道那日子、那時辰，但他已經做出了決定。太24章36節，使徒行傳1章7節，正如使徒保羅所指出的，每一天都讓我們離救恩更近一步。羅馬書13章11節，我們最主要的動力是愛，我們傳道是因為愛驅使我們，這是顯示我們熱愛好消息、真心關愛他人，以及最重要的是，我們愛耶和華並渴望他的名被尊崇的最高方式。直到末日來臨，我們的使命都將持續下去，如同向鄰舍伸出的手，為這個迫切需要希望的世界帶來希望。有時道路似乎漫長，疲憊也可能襲來，但請記住，你開啟的每一次對話，你播下的每一粒種子，在耶和華眼中都是寶貴的財富。你的堅持不懈是你信心的最美好證明。不要因等待而灰心喪志，相反，要因知道你的工作正在拯救生命，並使我們創造主的心歡喜而歡欣鼓舞。祝你明天一切順利，有美好的一天。願耶和華上帝賜福你。問候。